最，安尼讲，还是最上面，上面对最上面，对，直接最上面。好，好，谢谢。这个你有试了？还没。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可是还没放，但没关系。这个因为这个还没放，还没放，对，没关系。大家平安。我我突然想要邀请大家咱做伙甲咱的头前隔壁讲，耶稣听你。咱做伙献开心思来听你串联诗歌，吼，73首，73首。咱唱第一节就好，好来。那我感谢上帝，赐下一息对心地，主家的代志，把你了伊最欢喜，我对母体出息，伊主出无力。继续看296首。咱嘛是来唱第一节就好。我已救主给
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来吟信诗，信诗第73首，答阮感谢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由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来教读课英文。今日要读的课英文伫第8篇，也是信心后壁的第12页。课英文第8篇就是诗篇第27篇。我来刻恁来用。耶和华是我的根，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杂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按真保护我。将我囥伫伊布边较密的所在，
倒我的头壳得到野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啊，我出声求叫你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恨无敬我的面。毋通对我掩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道路指示我。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恶乐。恳求你的信心，只是降临伫你的圣殿，引带阮的敬拜。主啊，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互阮的福气比别人搁较济。你爱阮去普天的传福音，你爱阮做光做阳，来引带侪侪人就近你。主啊，阮甲别人拢共款，阮只是有你的性命伫阮的内面。阮也要诚做别人的天使，为忧伤的人祈祷，甲痛苦的人分担，替欢喜的人学乐。主啊，恳求你，互阮诚做一位好的天使，来时刻陪伴每一个人，来分担每一个人的苦难，来分享每一个人的快乐。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站，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祈祷，阿免。学乐，今日圣歌队要学乐的诗歌是《耶稣调我行天路》。
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6章第60到第15节。《使徒行传》第16章第60到第15节。因经过弗鲁加、加勒泰的地方，因为信心马见因传道里伫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比推尼。耶稣的心毋准，就对美西亚经过，落到铁路啊。保罗迷时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遮的邻兵以后要去马其顿，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所以对铁路啊搭船，直到沙摩地拉，继日到尼亚波利，对遐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遐地头一个城，也是罗马人分析的城。阮伫即个城踮几若日，伫安休日出城门外，到河边，拍算伫遐有基督的所在，就坐地。甲所主持的妇人人谈论，有一个卖即食布的妇人人，名鲁迪亚来听。伊是推拉城的人，平素敬拜上帝，主开伊的心，互伊转往保罗所讲的话。伊甲伊的家已经受洗礼，就求阮讲，若掠我做真实信主的人，请到我的家住，就强强留阮。进度，今日进度的题目是一路顺风。咱将时间交予黄伟伦牧师。立会长老、执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客家宣教中会六甲教会宣教牧师黄伟伦。我用客家话介绍一摆。我喺客家神教总会六甲教会嘅神教牧师黄伟伦。我本身是一个客人吼，所以我即马伫受派伫江林这个所在伫开到教会吼。这是甲上帝足有意思啦，安尼甲我引传转去到客庄吼，互我本身有客户的能力伫迄个所在来做服侍吼。今日真欢喜，嘛感谢建成教会的小会接纳我代表江宁教会来请安报告。我想，阮就对伫这个经文甲主题开始。伫讲到最后，我再来分享江宁教会的事工。我毋知影大家有看过电视上有一个画面，就是还是电影哦，就是有人在旅行。总是伊的旅行无有啥物目的，没有什么目的地吼，伊就摕一支拐啊，安那行，若是拄着车路的时阵，毋知影要选倒一边，伊就将迄支拐啊插伫地上，然后呢放手，看伊倒倒一边，就行倒一边啦吼。我想这是一个画面，我一开始这讲道头前想到这个画面啦吼。当然基督徒是安怎来领受上帝的心意吼？圣经中间除了上帝直接来对人讲话以外，咱看伫旧约开始安怎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伊这个圣经内底有记载，大祭司在确认上帝心意的时阵，上帝有放两项的物件伫伊的衫内底，啥物？乌灵甲土明嘛，对不对？一个乌的，一个白石头放伫内底。其实这个就好像就咧抽考啦，就是问了上帝代志了，就抽出来看，这敢是上帝的心意无？安尼啦，吼。对，毋是讲抽考讲毋对，跋杯啦，吼，就是好亲像人咧跋杯安尼啦，吼。这是圣经内底有记载，人咧追求上帝心意的方法。另外一个咧，就是抽考，或者是抽签吼。抽考当时咱有看到咧，伫约书亚记内底讲要分配，迄个你去到迦南地的时阵，迄个土地为了后要来分配，要安怎分配？就是用抽考的方式来分配，互12个支派。这个历代志哦，伊内底嘛有记载讲，迄个时阵的祭司啊，遐尔侪人要排班，你去到圣殿来服侍，什么人先开始相拍吗？当然毋是啦吼，是用抽的。
抽到什么人是什么时间，伊就去到圣殿内底咧服侍。啊，你圣经安尼记载，一直记载到最后，恁知影最后一遍用抽口来寻求上帝心意是啥物代志？恁敢记的？就是伫使徒行传内底，因要来决定讲什么人来接续犹太来做使徒的时阵，迄是最后一摆的抽口。两个人中间伊无法度去做选择，所以用抽口的方法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总是到伫今仔日。咱伫教会中间原则上无搁用抽口的方法来决定代志啊！吼，什么人来做执事，咱放一个签筒底下用抽的哦，太刺激了吧！哎，什么人抽，什么人做抽了，还是讲咱来抽后一年度的预算要变偌济，100万、200万、300万，无啦吼，咱今日无安尼搁做啊吼，因为咱相信伫今仔日圣神已经降落伫咱的中间，是圣神在引带咱伫祈祷。同齐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来带领教会头前的道路。总是我相信这是基督徒永远会继续问的代志啦吼。当咱在拄到重大的选择的时阵，要搁是会问讲：上帝啊，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要去搭一间学校，要去搭一间公司，啊，若总讲考到简单一间学校，还是一个公司尔吼，就无通选择就算啦。啊，若是几若间伫你的面头前的时阵，哇，要安怎选择吼？我想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啦吼。啊，然后到底要创业还是无爱创业，还是讲生意做到一个程度了后，要拓展业务，还是讲维持即卖现况就好啊？啊，到底哪一项才是上帝的心意？哪一个才是上帝对伫我的带领？我想这是咱在做选择的时阵，拢会问的问题。而且有的时阵。就算咱已经做了决定，然后行一段道路了后，若是拄到无顺利的时阵，有的时阵咱会甚至嘛乱入的问讲，哎，敢是迄当阵我听唔到上帝的心意，啊，迄当阵就应该要安怎，应该要安怎哦。我想这拢是咱人伫行人生的道路的顶面会拄到的问题。嘛，相时是咱的信仰群体，有的时阵嘛会问这款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才是上帝和咱教会的意向？当然，咱若是世界去吼，拄着教会就甲问讲，采访啦吼，无共款的教会讲，请问恁教会的意向是啥物啦吼？大部分的基督徒拢会讲啥物？要带人信主，互咱的教会坐满满的人啦吼，这拢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上帝互咱的召命大使命嘛，爱互众人成做耶稣的门徒啊。总是要安怎去，要怎样去，用什么款的方法去？我想这是咱要同齐来思考的啦吼。所以今日咱看到这个经文内底吼，这个经文内底所记载的是保罗因这一群人伫第二遍的宣告旅行，因出发无偌久了后所发生的代志。咱先看一个头前的经文啦吼，就是第15章内底吼。前一章内底，因就是准备要出发的时阵吼，因迄个开会了后，伊安尼讲吼，几若日了后，保罗对巴拿巴讲：咱过来去前传主的信息，遐的城市探信徒，看因的情形。第二遍的宣告旅行出发之进程，因是决定要去到顶一回宣告旅行中间，遐因所去做的教会来去探遐兄弟姊妹，看因是好也无好。然后当保罗因开始出发了后，无偌久哦，因的队伍就加入一个新的同工，就是后来有人称作是保罗属灵的囝，是啥物人？提摩太。通讲是因起做一个真好的服侍的团队，准备要伫接下来的路程顶面，和上帝来大大使用，要来大大希望上帝的福音啊！所以咱到伫这个程度时，通讲是因是安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好，所以这个是这款的情形啦吼。但是最有意思一项代志，就是圣神这个字的原文啊，伊不论是伫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伫新约的这个希腊文，除了圣神的意思以外，还阁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风。所以只欠东风啊，咱通理解做啥物？只欠圣灵动工啊！
哦，刚真有艺术啦吼，只欠东风，只欠圣灵动工，是圣灵也是风啦吼。总是因拢无想到的代志是啥物？就拄啊咱所读的经文，就是当圣神的风开始吹起来的时阵，一个是无爱互因伫亚细亚讲道，一个是不准伊去到必堆尼伫迄个所在来宣告。因的计划啊，咱看到遮的经文的时阵，发觉着讲因的计划差不多是完全来拄着混乱啦。因原底所安排的代志，拢无法度来执行。就好亲像咱今日准备要办一个活动，咱伫外口超测好势要安怎？人拢祈祷煞，做伙出去，哇！那拄着困难，拄着阻挡，这就是因拄着的代志。啊，因就好亲像拄着一个困难，一直将因一直塞对亚细亚迄个所在，一直塞到送啥物所在？送欧洲迄个所在去，所以就驶过美西亚，到伫亚洲的边界跌落啊。然后呢，因就伫铁路啊住落来。伫迄暝中间，保罗伫梦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这个马其顿人就请求保罗，因规定的人去传因福音，互马其顿人通得到救。所以呢，因的宣教团队就同齐来领受这个异象，因就起身行到马其顿这个所在。啊，伫这个时呢，咱要小看来理解这个德罗瓦这个所在的条件啦吼，通帮助咱来体会保罗因所经历到的代志。德罗瓦是啥物款的所在呢？迄是一个海港的所在，所以因通伫这个所在来坐船行过海洋吼，总是要伫这个所在坐船吼，伊地理条件有一个很苛的地方啦，就是讲因需要考虑到季节吼，很需要考虑到季节，因为伫这个航线的这个路线吼，若是拄着冬天、拄着大风大雨的时阵，是无法度行船的哦，迄是真做一个真危险的所在。忽然间，咱通理解到一件代志哦，就是原来上帝伫头前无爱因伫亚细亚停留，为什么？若是因伫迄个所在停留吼，因要去到欧洲的路线，就可能因为季节的缘故，无法度来行，因就要用足大的时间，用足长的时间，西大林的路去到欧洲。等到呢，上帝因带因到伫这个所在，因一路拢无停留，一直互圣神的风一直吹到这个铁路啊所在。然后呢，因阁顺服伫上帝意象中间的带领，而且上帝为因备办对伫因真有方便、真有利的大风，是风，是信心，是圣神，也是风。因着一路顺着风，也是顺着圣神的带领，用上紧的速度，伫2天之内，船就行了大约150里的距离吼，迄是足紧的速度啊！来到一个全新的宣教点，将救恩带到马其顿这个所在，因就伫遮来展开一个全新的宣教。当然，到伫欧洲吼，到伫马其顿宣教的这个意义吼，第一项代志就是讲，上帝第一遍差遣伊的使徒到伫欧洲来宣教啦吼。啊，然后咧，咱继续看到这个经文内底讲啊，阮对铁路啊开船，直直去到萨摩铁拉哦，接着到伫尼西波里，阮对遐来到马其顿第一区的菲律宾城。这个城是罗马的殖民区吼，这个区的是讲一个什么？哦，殖民区啦。我已经用较新的这个版本啦吼。这个城就是殖民区吼，就是殖民地的意思啦吼。阮就伫迄个所在住几若日吼，所以咱通看到讲，虽望这个菲律宾城呢，无伫罗马的境界内底，总是伊是罗马的殖民区，伊嘛是伫一个对东到西一条大条路中间一个足重要的城。所以，阮通知影讲，福音虽然到达还未正式，你去到罗马本土，总是福音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你去到罗马的势力范围内底啊。然后呢，因就伫迄个所在住几若日。当然，伫这个中间呢，因无可能讲啥物代志拢无有做啦。因为咱知影讲，保罗到每一个所在都足意爱将伊所领受福音传予伊的兄弟姊妹吼，所以伊逐遍到一个所在，拢开始探听啥物款的所在，倒位有即个会堂，因为伊足意爱甲即个犹太兄弟姊妹讲，咱久长咧找求的上帝，已经道成肉体，到伫咱即个世间，伊逐遍拢做即款的代志啊。
总是伊伫迄个所在找无回肠啊吼。啊，毋过呢，上帝嘛开路，伊找到一个河边，伫安息日的时阵，有人会伫迄个所在组织来祈祷。啊，伫迄个所在咧，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人，吼，富人人叫做路地亚，吼，伊是对即个亚细亚迄边足有名做无一个即个城内吼，推亚推拉即个所在，啊，伊是专门伫卖即个紫色的布。紫色的布伫古代是足罕见的即个料啊，吼，足罕见的布吼，所以穿紫色的衫代表啥物？足富有的人啊，是足富有的人，所以伊是一个伫卖紫色布的人，这就好亲像是伫今仔日伫代理 LV， 还是讲伫代理香奈儿这款的人呢？所以通知影讲，即个女帝啊是我尼啊有能力的人啊，然后呢？照伫经文的记载，伊已经有领受着犹太的信仰，然后当伊咧听保罗讲道的时，主就引带伊的心，拍开伊内底的目睭，互伊相信耶稣基督。啊，然后经文咱就看来讲，伊甲全家拢受洗礼，后来伊就恳求阮吼，爱留落来伫即个所在啦吼，啊，伊受洗礼。咱人看来讲，伊受洗礼的经过，发现一件代志，就是伊是真正足有影响力的这个一家之主哦。所以毋是简单家己一个人洗礼尔，伊阁带伊整个家庭人拢同齐来领受洗礼吼。所以咱看来讲，这个宣告的过程，对伫今仔这个经文啊，这个福音传到遮，已经对无共款的族群开始建立到无共款的性别内底。保罗第一遍伫欧洲传福音，伊信主的对象竟然是一个富人人。啊，当然，这对伫今仔日的咱来讲，这毋是啥物特别的代志啊。吼，总是伫2000年进前，用迄当阵富人人的地位来看，保罗这款犹太的领袖伫聚会中间对一群妇女来讲道，然后伊承认。妇女伫敬拜、甲得救这件代志的顶面，甲男性有平等的权利的时阵，这伫迄当阵是非常前卫吼，行了足头前、足突破的代志。所以咱看伫这个经文后来发展通讲是保罗因不断和上帝来使用，来突破因的眼界，来突破因的想法，突破因较早服侍上帝的经验。所以咱人看着讲，原底保罗因计划的代志受到上帝的主动，总是这无代表因伫行的路，因所做的计划是毋对的，还是讲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因为我相信，伫因出发进前，因已经尽伊所有的气力来计划。也虔诚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总是伫这整个的过程中间，咱看到讲上帝有更较大的心意。上帝要来成就超过因想象的代志。我甲姊妹牧师是伫学校是同学吼，同班同学，啊，甲一节牧师嘛拢是同齐对这个共款对上这个大学完新学年来毕业的。阮伫阮的学校有一个。老师吼，有一位老师有一个比喻叫做落叶随风，我毋知恁有听过无？伊这个比喻内底是安尼讲啦吼，伊讲有诶时阵呢，咱人就好亲像是这个树枝顶面的叶啊，啊，这个叶啊，若是大风吹过来的时阵吼，若是咱毋甘，也是毋敢放手的时阵，就好亲像迄个叶啊，挂伫迄个树枝顶面安那。大风吹来，就伫迄个所在一直踅，一直踅，一直摇，一直摇，不停伫迄个所在咧挣扎。总是若是咱放手的时阵，就好像咧叶啊，忽然间就离开迄个树枝，这个原本咧挣扎的树叶，就会对这个树枝顶面落落来。啊，总是毋是随时落落来，是随着风来飞。啊，伫迄个时咧，本身袂飞的叶啊，是因为风。来飞起来，上时，迄个看袂见的风，就因为树叶伫迄个所在咧飞
杯的分者，互人来看见。这就是保罗因的经历。当上帝带领甲因的计划无共的时阵，因就无过挣扎，因就放手，上帝就带领因经过未捌有的突破，成就了因家己所想象无到的代志。然后在因的顺服的中间，嘛用世人来见证迄位看袂见的圣神安怎来使用人做工。所以有人会讲，使徒行传就是圣神行传。咱伫这个所在，与其讲是看使徒的经历，咱不如讲咱是透过使徒的经历来看见圣神安怎在做工。所以，咱今日在读圣经的时阵，观看保罗因的经历的时阵，咱嘛发现讲，这哪亲像无简单是因的宣告律定尔呢，嘛是咱信仰的律定。对咱来理解的时阵，会知影讲原来有的时阵，咱会拄到困难，咱会拄到需要来将咱的脚步停落来的时阵，拢是互咱重新来去体会上帝心意的时，是互咱来求问上帝讲：上帝啊，你要带领阮来经历什么款的代志的时阵？而且有的时阵所要解决的代志，无拄拄拢是外在问题尔，有的时阵是咱心内底的困难，可能是上帝在挑战咱，爱有通帮手，爱有通来去挖靠伊的信心。有的时阵，上帝是要互咱的性命有突破；有的时阵，上帝是要医治阮的性命较早所经历到的代志，咱性命中间的议题。所以对这个中间，咱通来发现到一件代志，就是性命甲信仰的路程，无所谓的标准答案、标准的模式。有的时阵行了足顺利，有的时阵会停顿落来，总是停顺利甲停顿，拢无对甲毋对的差别。当然，对咱家己咧做计划的人，拢嘛会讲啥物？顺利叫做成功，停落来叫做失败。总是可能咱更较需要问上帝的时阵，上帝啊，伫眼前的每一步内底，你这位信实的上帝，良善慈爱的上帝，你当在带领阮经历到什么款的代志？求上帝帮助咱，通亲像保罗因遐尔勇敢，踏出全新的脚步，然后哪行哪问上帝，也求圣神赐予咱有信心，听见上帝的声音，就顺服上帝的带领。我想这嘛是中陵教会以及阮的母会六家教会行过嘛当在行的道路。伫2年之前，我和六家教会邀请来参与开拓的工作的时阵，迄当中我透过同工我是慢慢透过同工的分享，来了解到这个开拓的过程，迄个历史。我听到的时候，我感觉到足感动，因为我看到伫这中间是一群对上帝足有信心的同工。六家教会设立的时间是2004年9月5号，咱小可算者，到呾是偌久啊？21年差不多21年，总是21岁的教会到呾已经生一个大囝，我感觉足厉害2021年10月2号的时阵，就是第一遍领受着异象要来开拓教会的事。迄当阵是第17年。本来迄当阵要做一件代志，讲教会人愈来愈细所以教会准备要来扩展就是教会隔壁还有一块地要来起礼拜堂礼拜堂佫较大拜日的下晡，中职会拢已经决定好啊，要用偌济的介绍来买隔壁迄块地，拢决定好啊。感谢上帝带领，所以隔日代表就敲电话甲这个地主讲，我要来买地决定介绍拢算好总是呢，对方就讲。恁决定好啊，总是歹势，迄块地拜六互人签约买去啊！我教会听着讲，哪会安尼拜日拢讨论好势啊，感谢主啊！叫你讲前一日佫前一日互人签约买去啊！迄当阵教会就讲
无要安怎咧祈祷啦吼，上帝就讲无安尼，咱来去开拓吼，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带领啦吼。所以咱伫2022年的顶半年度开拓小组正式来成立吼，啊，到伫2022年的6月12日的时阵啊吼，迄当阵会员好会来通过决议要来开拓，啊，迄当阵是啥物事咧？迄当阵是疫情上严重的事啦吼，会足困难的事呢。总是上帝真正互教会有足大的信心，就是讲咱要继续往头前来跑走。咱决心要照着上帝启示来开拓教会吼，所以尾仔就找到一个所在，找到琼林这个琼林乡琼林村，或者人口上北的这个所在内底啦，琼林村内底吼，咱看到这个图内底吼，实字记就是教会所在的所在啦吼，迄是琼林内底琼林最密集的人口区域吼，咱看到这个原本的色啊，拢是原本的这个住民的所在，遐拢是客人哦。拢是客人，我去路上拢是讲客语哦。这个市场买物件，甲人讲话拢是讲客语哦。啊，甚至有一遍附近拄着这个火灾，我去附近来甲关心，我看到迄个拍火兄弟拢是用客语，这是讲客语的所在吼。啊，然后这个青色的所在，两个拢是新的这个从化区啦，所以看到讲这个所在就愈来愈侪人，本来就算是上密集的所在，慢慢啊愈来愈侪人刷入来到这个所在，因为琼林边啊就是6家，就是德北啊，德北的人已经都到拢甜啊，吼，开始慢慢啊往外口来刷出来吼，所以咱看到讲，伫这个所在吼有这个福音的需要吼，所以决心伫这个所在来开拓教会吼。啊，然后呢，我伫2023年吼。2月1号到日吼，就开始参与着教会这个设计、甲发包、监工这的建档的工作啦吼。咱看到这个，我到教会吼，到恁建两工吼，就来去这个交屋吼。啊，然后到伫8月22号，就甲这个工程行签约啦吼。这个架枪边这个这个穿红色衣服的吼，是一个德北教会的长老啊，伊嘛是这个。工程行的负责人吼，足专业啊，足负责任吼，足用心将阮的教会做改装吼、改装潢啊，有一寡所在改建安尼啦吼。啊，然后咱伫2023年8月26号有一个开讲的礼拜吼，啊，到伫旧年的5月、6月，整个教会就慢慢啊完成。所以咱伫旧年的5月，阮伫旧年的5月嘛，开始伫教会新的礼拜堂内底礼拜。啊，其实整个的改建的过程中间所开的时间超过阮的想象哦。迄阵阵阮拢掠准讲交厝了，差不多3个月到6个月就通完成的代志吼，总是无想到过程中间开无少的时间来去凝聚咱的这个规划吼，规划的需求、规划的设计，然后搁拄着招标的困难，所以到底签约了，签约的时已经。是交厝差不多半冬的事啊，吼！啊，然后伫整个建筑物的中间，咱做足大的变动，因为阮的教会是一个长了足长的这个建筑物，吼！啊，其实伊是整一个厝柱，伊就是头前一栋，后壁一栋，所以足长，吼，足长啊！头前甲后壁拢有门牌，吼！啊，头前甲后壁拢有楼梯。这变做是伫公共的空间无好用啦，所以阮为着要做一个整合，足地思考伫迄个所在咧考虑，然后将这个楼梯前后拢拍掉，重新起一支伫中间的楼梯啦，吼，啊嘛做这个厕所、卫浴设备加吼，啊然后到伫这个实际执行的时阵，某一寡设计需要因为现场的需要开始做调整安尼啦吼，特别是到伫装潢，哇，足侪代志甲一开始所想的拢无共吼，改老的厝真正是无简单啦吼，啊开袂少时间吼，啊总是咱通看着讲这个改建的记录啦吼，就是咱看吼，这是过程啦吼，这从头前本来厝内底物件拢拆掉吼，啊装潢拢拆掉吼，本来中间有一个天井安尼吼，啊做一个新的楼梯吼，伫这个所在这大便所吼，卫浴空间啊，这礼拜堂慢慢啊。伫这个所在吼，木工的时工吼，啊，咱看这个时工的前后对比吼，这是本来旧的厝的头前啦吼，啊，咱尾仔礼拜堂改做安尼吼，啊，来，这是
吼，这二楼的所在，尾啊改做是主日学，吼，伫敬拜的所在。啊，本来中间有一个灶骹，看到迄灶大灶，吼，这是较早伫用的，即马无伫用啦，所以伫即个中间重新整合了后，咱变做是一个楼梯甲厕所空间啦，吼。啊，二楼吼变做是厕所安尼吼。啊，这是旧的后门，后门即马是变做是教会的厨房安尼吼。哇，这是上帝足大的带领啦，所以整个礼拜堂透过足长的时间的祈祷啊、思考设计了后，嘛伫时间了后变做是即马咱伫礼拜的所在。吼，这是旧年圣诞节的这个布置啦吼，诚做一个真水的礼拜堂吼，这是上帝的带领。真正伫这中间足侪的学习，吼，一方面是这个建筑部的财阀，吼，这个足侪代志，吼，咩角的代志啊。我感觉另外一个方面是团队的服侍的学习。伫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足侪的同齐来服侍吼，同齐来学习，学习啥物？同齐来努力，互相来成全，彼此来承担啦。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水的过程啦吼。吼，这是上帝带领阮所行过的过程。然后伫开拓的仪上的部分呢，前年我接到这个六甲小会邀请的电话了后，我就开始读一本册，叫做琼林乡公所出版的《琼林乡志》吼，我就开始看到一个所在叫做宗教的篇章内底吼。伊最后结论是安尼讲吼，伊讲基督教是归伫啥物？归伫这个外来宗教内底吼。伊的结论最后是讲，总之外来宗教。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在琼林这个典型的传统客家农业乡村里面，发展空间有限哦，影响自然不大呢。吼，我看到这个字讲，哇，这么可惜吼，教会伫这个所在，那亲像上帝的名拢无互人来熟悉安尼啦。哦，甚至伊照伫安尼写的时阵，我感觉着讲，敢若教会伫这个所在吼，佫有足大的空间啦。因为咱相信讲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是万有的源头，所以我相信强林人必定爱互上帝来得到，互因的性命要伫上帝内底重新找到意义甲方向吼。所以我家己伫这个所在伫开拓的时阵，我有一个意向，就是讲我要去做健康的教会，吼，健康的性命、健康的家庭、健康的教会，互人拢拄到耶稣基督。不论是学生、青少年，慢慢出社会，开始有家庭，开始做父母，也是搭一个阶段内底，拢通拄到耶稣真做伊生命中间的帮衬，嘛通伫无共款的身份顶面来学习真做耶稣的门徒，然后看到生命甲逐人的生命甲温数拢无共，总是拢要让互上帝来使用。伫逐所在拢真做上帝的器具，逐所在拢真做上帝的见证。所以我嘛小可来分享阮一寡相片啦吼，这个聚会的相片吼，这是伫我本来租的所在，这个我租的这个教会租互我做博士馆的所在，阮伫迄当阵就用我的客厅吼来做小组，开始做小组吼。这因足有意思，因为翕相拢会比6啦吼，因为六甲教会吼，做有一个手势安尼哦，足有意思吼。后来伫2023年11月3号嘛，开始有一个客语的读经吼，这个聚会是主这个对唱诗歌、读圣经、讲解圣经，拢是用客语吼，是全客语的聚会吼，真有意思吼。到伫12月的时阵，我嘛开始去路上，开始报佳音吼，去分享耶稣降生的这个好消息吼，伫逐款的所在市场内底吼。到伫旧年的年初，我嘛开始伫这个礼拜堂开始主日礼拜吼。这第一遍的礼拜。到伫5月的时阵，新的礼拜堂好啊，就开始伫迄个所在来礼拜吼。嘛。咱这伫遮礼拜吼，到伫6月的时阵，就开始伫儿童的礼拜吼，这个没必久吼，带儿童做伙来佚佗敬拜上帝吼，领受上帝的心意吼嘛。伫这个所在做这款的服侍。然后呢，到伫去年的8月吼，就正式来设立教会嘛，是献堂感恩礼拜吼。迄日
阮的礼拜堂有大大细细的空间哦，无共款的空间，透过转播的方式啦吼，伫迄个所在大大细细的所在，总共差不多有200多人吼，这哇，带遐济上帝带遐济人来做伙来庆祝，做伙来献堂吼，做伙来感谢上帝安尼吼。啊，然后呢，就一直伫这个所在聚会，到伫今年的这个5月嘛，第一遍举行这个坚信日吼嘛，替一个姊妹来洗礼，啊嘛有牵线伫阮的附近的姊妹吼开始正式设立会籍，加入伫阮的教会吼。啊，然后接续啊，这个礼拜六吼，我嘛伫这个社区来办这个儿童的活动啦吼。啊，伫后半年嘛有一个亲子2个社区的讲座吼，一个是性教育讲座吼，女孩的性教育，佮有一个亲子讲座，从依附关系与儿童气质谈亲子沟通吼。我想这是足有意思啦，上帝带领阮伫迄个所在所做的宣告工作吼，啊嘛，互大家看到阮这个服侍过程中间所需要的这个预算吼。去年到迄当中买这个厝是开1310万啊，前后这个装修设备买了后嘛开了930万，所以总共是用了2240万啊，到达咱的缺口要够1584万吼，就是继续一直拢甲这个母会、六家教会、甲强宁教会同齐来努力啦吼。啊，其实一路行来足侪稳定。迄当中，我伫这个牧师馆要开始小组的时阵吼，就有开始有人替我牵线讲，有人教会要来换圣经啦，问讲恁教会敢有买圣经无？我想讲好啊，要聚会当然有资源是足好的代志啊吼。啊，就讲我就敲电话甲对方的牧师讲，哎，阮有需要圣经啦吼，请恁寄来互阮安尼。啊，然后迄个牧师的最后就跟问一句讲，请问你敢有欠啥物吼？啊，心内底就是欠啥物？欠经费啊！啊，总是咧，我安尼讲啦吼，我想讲啊。无，阮要开始小组聚会啦吼。若是阮有这个投影设备，就足方便啦吼。我甲因讲一件代志啦吼。啊，结果对方的牧师到伫暗时的时阵，伊就传讯甲我讲，阮的中职会已经有同意要参与到恁的开拓啦吼。所以阮要为着你来奉献投影机、布幕佮谱架啦吼。然后就开始甲阮确认讲，你需要偌大，要安怎吼，要啥物设备解析度安怎，流明度安怎吼哇。我感觉足感动啊，足感动。啊嘛，一直陆续拢有教会，拢有单位来甲阮关心，为着阮来奉献吼。啊，今年3月吼，足济吼，那个竹繁不及备载啦。我讲较近的吼，我今年3月代表去台南新这个我代表台南新学院去到北京教会替新学院来募款。总是我替新学院募款了，我就行落台哦。礼拜三我行落哦，就有一个长辈。行到我的头前摕一包，我讲这是为着恁的教会奉献。我想讲，我来为神学院募款，结果怎么最后为我们教会得到一包奉献这样子？我讲足感动啦。啊，前几个礼拜，阮伫去到迄个阮家己庄头内底有这个古亭教会一个长老吼，伫迄个所在有开一间牙医诊所，我看喙齿啊，看喙齿看了，伊讲牧师啊，我等你足久啊。你拢最近拢无来啊？这是为着恁教会的奉献啊！啊，看喙齿会得到为着教会的奉献。上帝伫逐所在拢在做工啊！阮中会的总干事去到屏东的这个原住民部落，为着中会的宣告在募款啦吼。宣告了后，伊讲听到阮当有在开拓的教会，伊就讲你等我，随时走去转去处理。佮走转来时阵，摕一只猪，遐大只，内底拢装满满。讲这我着一直逐遍拢记得讲有教会在开拓，我着要为着因奉献。总算等到你来啊！这只，请你赶转去，我牧师着赶一只猪遐尔重哦，赶转来圣德安尼啦吼。然后伫中委会中间来抬猪，中委伫遐抬猪算钱安尼啦吼。对于这个圣小上帝稳定的中间，真正是看到讲上帝一直拢教阮三工行。每一个关系，每一笔的奉献，拢互阮感觉到上帝是信息的上帝，伊拢一直在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所以感谢主，阮着安尼一直照着上帝感动，继续来头前来行吼。所以，阮回到拄啊，这个保罗因甲圣神同行这个故事内底，我相信讲一位上帝今仔日嘛拢共款在带领咱的教会。
毋是只有强宁教会，是所有属伫上帝的教会，伊拢要继续使用教会，成做即个土地的祝福。而且毋是只有强宁教会哦，我感觉到其实每一间教会拢是宣告者，每一间教会嘛拢是开拓的人，因为咱拢要伫无共款的所在，面对无共款的族群，伫无共款的时代的处境内底，要领受上帝的带领来做新的代志。所以对伫保罗因所经过的道路，要互咱相信讲，咱毋免惊吓。当然毋是讲咱毋免烦恼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停顿啦。总是讲毋是代表讲咱毋免努力，还是毋免做功课啦。吼，总是咱更较需要对上帝有信心，去相信伊的确会教阮三角之地，会带领阮头前的路。咱嘛需要拍开咱的耳孔，去听见迄个马其顿的呼声。我相信上帝伫今仔日嘛同款要使用咱去听见咱四周围的生命所发出的迄个呼求，要使用咱诚做生命的陪伴者，伊要互咱通听明白人的生命中间的处境、生命中间的挣扎。上帝嘛必然会赏赐教会有教养的恩典，赏赐互教会有教养的能力，来回应生命的需要，来将福音带予众人。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阮感谢你拯救阮的性命，更较赏赐你所应允的圣神。主，咱知影圣神无简单是保惠师，是安慰者，是带导者，嘛是带领阮头前来行的上帝。所以，阮恳求你提升阮的眼界，互阮看见你伫每一件代志的后壁面拢在掌权，看见你拢照着你的良善、你的信息，在带领阮头前来行。我嘛求你赏赐阮有根底你的信心，互阮通诚做你所使用的宣教勇士，通得着圣性的风来飞，通经历着你所备办的丰盛，也见证你荣耀的大能。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因信息第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信息第29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咱起立来因转首。是
坐。即摆进行奉献。咱今日来迎奉的诗歌。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内底。咱为着教会意向，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咱来看公道的事项。第一，阮着谦卑，靠着信心的气力，温群做工，热心奉献性命，同心合意去做上帝的教会。第二，为集体，卢雪英、李碧莲、刘淑珍、沈淑慧、陈丽水、黄世琪、陈怡君、杨志坚、李以诺、陈德明、赖清光、陈秀荣、邱千惠、郭仁吉、李雅娜、林朝泰、张美玲、秦之谦、林春枝，咱为着咱的集体提名来祈祷。第三，为着6月27号社区银发族春季班结业式，以及6月29号福音主日的讲员简英慧老师，甲福音亲友来祈祷。第四，为着地处紧张冲突的区域祷告，有伊朗和以色列、美国洛杉矶、俄罗斯、乌克兰等，求助人民公义彰显。咱为着这来祈祷。
亲爱阿伯伯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愿你固守教会的脚步，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的、甲身躯有病痛的兄弟，恳求你将你所赐的平安放伫因的心内，甲生活当中。但只是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灵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助阮日日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看旧报内底，咱看教会消息。今仔日是对客家宣教中心琼林教会来本堂进行献堂的募款。感谢黄伟伦牧师的分享，请为琼林教会的需要关心甲奉献。咱感谢黄伟伦牧师。第二，本主日姊妹牧师前往李存兴纪念教会主持新礼典加召开小会。第三，6月24号拜二，北中74之2议会，两位牧师甲第一长老要前往参加，地点伫个树林教会。第四，6月27号拜五，宣道部举办社区关怀据点春季班结业式甲感恩餐会，学员甲志工总共103人参与。另外，秋季班课程也已经拢爆满啊！要定伫9月1号来陆续开课，请大家来关心大道。第五，牛主日6月29号是今年上半年度的好运主日，咱特别邀请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简英慧老师来带来美好的见证。咱请兄弟来邀请咱的亲友来礼拜，来互上帝祝福。第六，6月29号后礼拜是学堂礼拜，主日爱餐了后要进行全教会的大扫除，请大家留意分配区域。第七，6月29号到7月3号，干事安排年度休假。第八，7月5号拜六早起10点召开中职会，下晡2点到5点进行中职训练，请中职来留意。第九，请达团契开始整理上半年度的财务报表，来准备7月份来查销。第十，2025年第3季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伫个楼骹的胶带度，请自由索取。团契消息，咱7月份松年团契放暑假。7月12号拜六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内容是张映玉姐妹分享。咱看教界消息，今日下晡3点，永和教会举行社教70周年的感恩礼拜，特别邀请咱建新母会的牧长来参与甲致辞。本会将派员来前往致意甲祭赞贺礼。以上奉献面世，咱家己看，若是有漏交，也是毋对的，咱来用会计来反映。上引信息第515首，至信天父，阮感谢你。上引了后，咱请牧师为咱祝祷，来会友请起立。
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愿赏赐五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各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权能得到满满的五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底，伫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闭会。